今日第二日，我哋會正式進入一個好重要嘅主題——提示語 prompt。琴日咧，大家咧應該咧接觸咗幾個 AI 工具，但係今日咧集中一個 Gemini。如果未 download 嘅話，即刻下載。當你開 Gemini 之後咧，我之後會 send 一個提示語俾大家。咁你只要將呢個提示語啦、prompt 啦擺入 Gemini，加入自己一張自拍照，咁你就會生成一張好專業、好有型嘅照片。我想大家明白一件事啦，AI 唔係淨係問問題咁簡單嘅，只要你識得用佢，佢可以幫你設計、做攝影，可能性就好大啦。今日最基本嘅任務就係去做好你頭先嗰張相，俾到個副本任務你。如果你做得好嘅話，你叫 AI 幫你修正一下你社交媒體嗰個 post 個內容、文字內容，試下用你嘅提示語做得好少少，跟住即刻 upload 上去你嘅 social media、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。咁今日嘅教學就係咁多啦，你會收到其他更重要嘅資訊㗎啦，記得留意我俾你嘅 message。